Yo, what up? Want to play some free on free? Come on, man. Alley-oop Talk。新一季 NBA 2014至到2015年嘅球季咧，喺星期二嘅時候已經係開始咗啦。嗱，今年 NBA 開波比往年嘅關注度啊，都係要高嘅。原因係過去個星期咧，喺好多精彩嘅比賽啊，都係喺全世界 NBA 球迷嘅眼前咧，就係展現出嚟噶。嗱，所以就衍生出好多 NBA 精彩嘅一啲嘅消息，可以喺今個星期 Alley-oop Talk 節目內容嗰度咧，同大家分享嘅。嗱，睇睇咧呢一位啊，喺過去嘅夏天嘅時候啊，以第一名第一圈嘅資格咧，被球會選中咗嚟自 Toronto 嘅佢 Andrew Wiggins 啊，亦都係被譽為咧 LeBron James 嘅接班人啊。咁但係好可能咧，就係因為佢頭嗰3場嘅比賽咧，都係好緊張啊，所以咧佢呢3場嘅比賽裏面啊 Andrew Wiggins 嘅得分只不過係得個位數字嘅啫，而投球命中率咧都淨係得嗰4/3嘅咋。嗱，睇下佢咧喺嚟緊啊球季啊嗰啲嘅比賽會唔會係表現得好翻一啲啦嚇。嗱，另外咧就係呢一位傷患復出之後啊，相信大家都期待佢再一次係披上呢個 Chicago 戰衣嘅佢 Derrick Rose 咧，就喺第2場嘅比賽裏面咧，就係因為咧扭傷咗呢一個嘅腳眼咧，就係需要退下火線嘅啦。有消息就話咧，佢其實呢一個傷患啊，只不過係即係好輕微嘅啫。嗱，如果話 Derrick Rose 喺呢一個球季裏面啊，真係要表現好嘅話咧，相信我覺得佢要係學識打波嘅時候咧，唔好令到自己受傷先至得啊！嗱，頭先講嗰啲咧，只不過係一啲 NBA 嘅小消息嘅啫。嗱，今個星期啊，可以進佔 Alley-oop Talk 3甲位置嘅內容啊，可以話係今個星期 NBA 球季裏面啊一啲嘅精華片段啊，準備好未啊？第3位，今個星期第3位就係屬於闊別咗 Cleveland 3年之後，見到 LeBron James 再一次披上 Cavaliers 嘅戰衣，喺主場迎戰 New York Knicks 嘅 NBA 開季戲碼。嗱，其實呢一場嘅比賽啊，喺聯賽球會贊助商傳媒啊開波之前咧，已經係開動晒所有嘅宣傳機器噶啦。嗱 ，LeBron James 自己亦都同傳媒講啊，呢一場嘅比賽咧，應該係運動界有史以嚟其中一場最矚目嘅比賽啊。嗱，其實佢已經暗示啊，呢一場嘅比賽對佢嚟講啊，已經係冇得輸噶啦。咁但係咧，好意外地就係見到啊，作客嘅 New York Knicks 咧，竟然係贏出咗呢一場嘅比賽噶。嗱，睇睇 LeBron James 呢一場嘅比賽嘅表現啦，嗱，佢只不過咧係得17分，嗱，仲要係15投，仲係得5中咁少嘅啫。嗱，亦都見到咧，佢成場比賽咧有好多嘅犯錯嘅。嗱，見到另外一邊廂啦，喺呢一隊嘅球隊裏面啊，新加盟 Cleveland 嘅 Kevin Love 啦，同埋舊年嘅隊長啊 Kyrie Irving 咧，佢哋兩個嘅表現咧，亦都係算得非常之穩定嘅，亦都係打出咗佢哋一般嘅水準㗎。嗱，意思即係啊，其實啊 LeBron James 啊，會唔會係咧自己過分緊張要有好表現，所以咧令到自己失準啊嚇？嗱，亦都見到啊 LeBron James 喺開波之前咧，同佢嘅隊友啊講翻佢同傳媒講嘅嗰番説話，就係話呢一場嘅比賽咧係喺運動界有史以嚟咧最矚目嘅呢一場嘅比賽，所以咧大家一定要係打得非常之精彩啊！嗱，佢咁樣嘅時候咧，令到我感覺到啊呢一個再一次空降落嚟 Cleveland Cavaliers 嘅超級球星 LeBron James 大帝啦嚇，去到呢一隊嘅球隊裏面啊，無論你係任何球星啊，都只不過係可以做 second best 嘅啫。亦都令我諗翻喺休季期間啊 Miami Heat 嘅 Chris Bosh 亦都係 LeBron James 嘅前隊友咧講過呢一番嘅説話，佢就同 Kevin Love 講，同 LeBron James 做隊友咧唔係一件容易嘅事嘅。嗱，球季咧就只不過咧係打咗係1個禮拜嘅啫，大家咧應該要留意一下咧呢一個新嘅3巨頭組合啊 LeBron James、Kevin Love 同埋 Kyrie Irving 咧係佢哋嘅關係係發展到去邊一個嘅階段啦。第二位同大家分析一下今年 Houston Rockets 同埋前 Houston Rockets 今年去到唔同球會裏面作賽嘅表現嘅。嗱，同大家回一回帶先。嗱，舊年嘅 Houston Rockets 有傳聞就話佢哋嘅中流砥柱 Dwight Howard 同埋 James Harden 因為太霸道嘅關係咧，趕走咗好多出色嘅球員㗎。嗱，呢幾個球員咧就今年分別去到唔同嘅球會嗰度作賽。嗱，睇睇先，見到啊舊年 Houston Rockets 嘅小前鋒 Chandler Parsons 咧，今年就去正選嘅身份就喺 Dallas Mavericks 嗰度咧就作賽嘅。嗱，見到啊呢一位嘅球員咧喺第1場嘅比賽裏面表現咧就一般，咁但係咧見到佢第2同埋第3場嘅表現咧，亦都係翻嚟啦。嗱，唔單止啊喺第2同第3場咧係有20分嘅進帳啦，同埋咧喺過去嗰3場嘅比賽裏面啊都係有3分入袋㗎。
嗱，另外一位啦，舊年喺 Houston 咧都只不過係打住Dwight Howard 後備嘅 Omer Asik 啦，今年就去到 New Orleans Pelican 塘鵝隊嗰度啊，就拍住 Anthony Davis 呢一位超級大前鋒一眉道人就係同佢哋咧組成咗呢一個嘅雙塔陣容嘅。Omer Asik 嘅過去呢兩場嘅比賽裏面啊，佢已經係令到佢哋喺呢一個籃板咧同埋得分咧已經係有 double 嘅呢一個平均數字啦。嗱，至於林書豪咧，今年去到 LA Lakers 作賽嘅時候咧，我哋喺第一位嘅時候咧就再詳細分析林書豪嘅表現啦。嗱，你問我啦 ，Houston Rockets 就今年嘅成績係點樣樣咧？佢哋啊今年咧終於咧都可以咧以Dwight Howard 同埋 James Harden 作為中流砥柱啦，佢哋今年啊亦都係以3連勝嘅姿態咧去開始今年嘅球季噶。嗱，你問我 Houston Rockets 今年係咪勁咗呢？我就一定唔會覺得佢哋係噶啦。始終佢哋今年嘅球季亦都係失去咗呢3個正選嘅球員啊，又點會令到球隊係勁咗啦吓？嗱，呢個球季咧仍然都係漫長嘅。嗱，睇下呢 Houston Rockets 咧會唔會係中途咧會係有呢個疲態啦 ？OK， 第一位，今個星期咧呢一隊嘅球隊成為第一位非佢莫屬，因為開波咗1個星期就已經係進佔晒所有籃球新聞嘅頭版啦。講緊嘅就係 LA Lakers， 佢哋竟然喺開波嘅時間竟然係過去嗰4場比賽裏面係冇任何一場嘅勝仗噶。嗱，打咗4場咧，佢哋已經係先後輸咗俾 Houston、Phoenix、LA Clippers 同埋 Golden State 嘅。嗱，過去嘅4場比賽裏面有3場就起碼係輸俾對手18分噶。嗱，亦都見到LA Lakers 咧喺佢哋今年開波嘅第一場就已經係見到佢哋嘅新人球員，亦都係佢哋球隊未來希望嘅 Julius Randle 因為傷患嘅關係所以都係宣告成季未能夠作賽噶。嗱，見到Steve Nash 喺早前都係因為背傷嘅關係就宣告未能夠係為到 LA Lakers 披上戰衣嘅呢個消息啦，所以林書豪就要成為今年 LA Lakers 嘅控球後衛正選啦。咁但係過去呢4場比賽裏面佢都係表現得未如理想噶。嗱，林書豪過去嗰4場比賽裏面有3場嘅比賽嘅得分只係得個位數字嘅啫。而喺過去星期6對住 Golden State Warriors 佢竟然係6投1球都係冇入過波噶。嗱，喺星期5嘅時候表現就好翻啲，就係得分有17分嘅。咁但係仍然LA Lakers 都係宣告敗陣噶。嗱，喺星期5嘅時候Kobe 都係主動回應咗傳媒，就係讚賞林書豪佢今場嘅比賽係主動咗去策動一啲嘅攻勢噶。嗱，譬如好似第4節咁樣啦，佢亦都叫Kobe為佢做一個單擋，然後就係一個好刁鑽嘅角度就係喺 Chris Paul 面前就係射入咗1球嘅3分波嘅。嗱，Kobe 亦都喺呢一場嘅比賽裏面亦都警告又或者警告佢嘅隊友就係千祈唔可以做魚腩。如果你係做魚腩嘅話就唔會放過你。呢一番嘅說話就係 Kobe 同佢嘅隊友所講嘅。咁當然啦，如果輸波嘅話就當然就係謠言滿天飛噶啦。嗱，有傳聞就話 Kobe 會係被換走嘅，咁但係 Kobe 都係好快回應咗傳媒，就話千祈諗都唔好諗我會離開 LA Lakers 吓。嗱，Lakers 始終都係 Lakers。嗱，好多嘅球迷依然就算打得好打得唔好都會入場買飛，電視亦都會係繼續播噶。不過籃球評述員Charles Barkley 亦都係公開講就話，求下你啦，喺全國電視台裏面請你唔好再播 LA Lakers 嘅呢一啲嘅比賽，因為實在係太難睇啊！嗱，講真，睇睇 LA Lakers 而家嘅陣容就其實都非常之單薄噶。嗱，你會覺得今年 LA Lakers 會係贏幾多場波啦吓？嗱，老實講，我估佢哋如果贏到25場比賽都已經係算係有交代噶啦。嗱，即管睇下我估得啱唔啱啦吓。嗱，今個星期 Alley Talk 就講住咁先啦，下個星期阿 Ken 再交個 Alley 俾你接穩啦噃。